好，你有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咁嘛，中間首飾妙寶啊，咁啊叫佢快少少啦嚇。中間幸運日你哋唔走就我前啲啦。內蘭卡卡大師啦，咁啊甜城效應啦，最出就係呢個黃龍寶區專王速龍，中間仲有呢個無敵劍俠啦，咁啊粉紅衫啊路路發啦，再後邊火辣四驅出邊啊滿心歡笑啊，後啲嘅嘛內蘭呢，就係呢個藍色海灣啊，出邊就再創新高，尾以淺藍三兄弟繩包咗落尾啊得全勝攝入內蘭啊。好啦，轉呢個香港體學院灣啊，黃龍寶區啊帶啊，跟住第2位呢就專王速龍啊，內欄第3卡卡大師，第4位幸運日啊，再後邊嘅第5位中檔呢，咁啊外邊望空咗少少啦，就係呢個無敵劍俠嚟㗎，第5位啊，後邊內欄有甜城效應啊，中間首飾妙寶，出邊有路路發，再後多少內欄火辣四驅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藍色海灣啦，戴面箍啊滿心歡笑啦，內欄尾3呢就得全勝又搏啊，咁啊再喺出邊呢就再創新高，包咗落尾兄弟繩啊，入征最後直路啦，黃龍寶區鬥緊專王速龍啊，咁啊見到中間呢就係呢隻幸運日啊，咁啊有少少側起個頭咁啊，咁啊響佢外邊呢就係呢個無敵劍俠㗎，再攝內欄火辣四驅一路上緊嚟喎，後邊嘅馬呢仲有路路發㗎，鬥到最後200啦，無敵劍俠鬥緊呢隻呢就側起個頭嘅幸運日啊，見到內欄位置仲有黃龍寶區火辣四驅嗰啲馬，最後100米無敵劍俠外邊已經係脫穎而出贏緊㗎啦，內欄黃龍寶區第2啊，第3名呢幸運日得全勝甜城效應啊近㗎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，呢隻無敵劍俠啊，咁啊一路外邊壓住隻幸運日啊，幸運日側起個頭呢，有少少怕咗出邊嘅馬。咁啊內欄呢，就係呢個無敵寶，呢個黃龍寶區第2啊。咁啊結果都係啊，雷神又好似先啲啦，3.2倍喺度贏啊，一路都追住你幸運日，你又唔加速，咁佢咪贏咯。擺唔正個頭啊，幸運日。黃龍寶區第2，幸運日佢第3都好問嘅，因為甜城效應都真係追上嚟嘅呢場啊，跑第4啫，甜城效應路路發轉個彎蝕唔起啦，咁細隻馬。黃龍寶區又唔應該咁冷咯，真係。其實而家呢條 Q 兜一兜底都劍路 Q 嚟嘅。39盤嘅。